中艺高将中剧团是家己表演出色的表演艺术团队之一。最近剧团利用现代剧场的方式，搬一出合作《烈火玫瑰鸳鸯梦》，望透过现代故事，让更较侪人愿意来了解布袋戏。布袋戏翁仔伫美容院头前哪跳哪唱歌，这出《烈火玫瑰鸳鸯梦》是咧讲民国50年代发生的社会事件。中艺高剧团讲，希望透过现代故事推广传统布袋戏。这款有感情的戏，然后嘛是查某囡仔较喜意啦。最主要就是要，唔是传统的歌布袋戏，要改转做现代，所以因有足侪电影的演法。我是袂晓受水哦，我无需要你救。点点看一海，煞去拄着青藻。这出戏的导演表示，进前有20档的时间拢咧做现代剧场，即个甲传统布袋戏用现代剧场的方式演出，嘛是想要来试看卖传统布袋戏结合现代的观念，会当有啥物款的感觉？以一个年轻人的角度，然后对传统的一个推崇，但是又希望它可以在我们的语汇里面，然后能够更贴近大众。中艺高剧团表示，传统布袋戏的剧本有传统的手路来演出。讲现代故事的内容，除了衫甲裤无同，讲话行路的方式嘛爱调整。希望透过新的演出甲故事，互民众看布袋戏有无同的感觉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